对着谁是闻名中外的南昌滕王阁，讲对过谁是南昌开发区，非常甘蓝，拔地而起。曾经是菊花老百姓一夜攀附的天堂，房高一叠，也是菊花老百姓一手里最血拍烫的地狱。南昌8月广场举着8年之前，记得得了一沓大箱子，改善后台的第一枪。半年过后，导致去年的队伍上井冈山，成立自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。那么问题来着，搿点人吃饭哪办？打土还对地主，开启自伟大的25000里长征。从江西打到陕北，从南京打到延安，这段路打10段路江山打下来，记得从元山做到中央政治局委员，一直到人大常委会委员长，活至整整90岁。啥人晓得你个孙子？作为红三代，竟然在不善你的二党当中，因为雷马在把你伟大的忠实之士砰一枪。祖国万万岁！小红书